呢排喺香港行街食飯，你有冇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個大冤種？明明俾咗60-70蚊甚至近8蚊食個午餐，點知換嚟嘅竟然係一陣微波爐叮出嚟嘅味，仲要對住張黑過鑊底嘅待應麵。好多人話而家香港餐飲業進入咗寒冬，個個都話要北上消費，搞到本地生意難做。但係我想講，大家唔好再將所有責任都推晒俾北上熱潮啦。如果你有仔細睇下而家啲所謂新派冰室、連鎖茶餐廳，佢哋背後嗰本爛賬，你就會明白點解越來越多香港人覺得喺香港消費係交緊智商稅。今日我哋就嚟拆解下呢啲冰室係點樣用預製菜嚟剝削我哋呢班消費者。其實香港人對食係好有要求嘅。我哋以前引以為傲嘅茶餐廳文化，講究嘅係鑊氣，講究嘅係師傅嘅手藝。由一碟乾炒牛河到一杯絲襪奶茶，每一口都應該係心機嘢。但係你睇下而家2026年的香港街頭，周圍都係嗰啲裝修到好懷舊、燈光好猛、打卡一流嘅冰室。呢啲冰室名就叫冰室，但係入面完全冇咗以前冰室嗰種靈魂。點解？因為佢哋已經變成了預製菜嘅加工場。好多人可能仲未搞清楚咩叫預製菜。簡單啲講，就係啲工廠大批量生產定一包包封好晒嘅熟食或者半成品。當你喺冰室嗌個沙爹牛肉麵、咖喱雞扒飯或者肉醬意粉嘅時候，廚房入面個所謂師傅，其實只係一個負責剪開包裝袋，將啲嘢倒落熱水或者微波爐度叮熟佢嘅操作員。以前一個茶餐廳大廚可能要學師幾年，由切菜、醃肉到控制火候都要精通。而家呢，只要識得用剪刀同冚微波爐掣，就已經可以出餐。呢種轉變對於老細嚟講，簡直係發財捷徑。佢哋慳咗乜嘢？首先係人工。一個有經驗嘅大廚，而家月薪起碼要3-4萬蚊，仲要未必請到人。但係請個負責叮餐嘅，10,000-2萬蚊就搞掂。其次係租金，因為唔需要大廚房整嘢食，佢哋可以縮細廚房面積，騰出更多位嚟坐客。最重要嘅係預製菜可以保證每一份餐嘅味道都一模一樣，仲可以極速出餐。你坐低唔夠3分鐘，碟嘢就擺咗喺你面前。你以為係效率高？其實係因為包嘢一早已經整好咗。但係對我哋消費者嚟講，呢啲就係赤裸裸嘅爛賬。你俾緊70-80蚊食緊一份成本可能得幾蚊、10幾蚊嘅化學料理包。大家可以諗下，一份預製菜為咗可以保存幾個月甚至1年，入面要加幾多防腐劑、增味劑同化學添加劑？啲肉點解可以咁滑？係因為落咗大量嘅嫩肉粉。啲汁點解可以咁惹味？係因為落咗超標嘅味精同色素。長期食呢啲嘢，唔單止係對唔住個荷包，直情係對唔住自己個身體。最令我哋香港人心淡嘅，係嗰種被欺騙嘅感覺。如果我去食快餐店，我預咗係機器生產，咁我無話可說。但係而家啲冰室掛羊頭賣狗肉，收緊你精品手工菜嘅價錢，俾緊你垃圾食品嘅質量。佢哋仲好意思喺度呻，話香港人唔支持本地消費。我想問下，我有血有汗賺返嚟嘅錢，點解要用嚟支持你哋呢啲毫無誠意，只係識得賺快錢嘅商人？講到呢度，我哋不得不提下北上消費呢個話題。好多餐飲業老細話，係因為深圳啲嘢平，所以香港人才會去。呢個只係講啱咗一半。其實好多去過深圳食嘢嘅朋友都會發現，人哋嗰度而家好多餐廳係 sell 現點現做，甚至係開放式廚房俾你睇住佢切，睇住佢炒。點解？因為內地消費者都經歷過預製菜嘅洗禮，而家反而追求反煙火氣。反觀香港，我哋反而喺度退步，將原本好有特色嘅茶餐廳文化，親手埋葬喺預製菜嘅包裝袋入面。我哋試下計一計呢筆賬。假設你喺一間連鎖冰室嗌個午餐，加埋杯凍飲，埋單要85蚊。喺2026年的今日，
呢個價錢其實唔平。呢85蚊入面，起碼有40零蚊係去咗交租俾地產商，有20零蚊係俾咗人工同水電，剩低嗰20幾蚊入面，老細仲要賺錢，咁佢可以用幾多錢買食材？如果佢用正宗做法，買新鮮肉，自己熬湯底，佢根本賺唔到錢。所以佢唯一嘅出路就係買嗰啲幾蚊一包嘅預製菜包。當你明白咗呢個邏輯，你就知道點解香港嘅食肆越來越難食。有人會話香港租貴人工貴，老細都係被逼價嘛。呢句說話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但係其實係一種懶惰嘅藉口。如果個個老細都係咁諗，咁香港仲有冇美食天堂呢個名？我哋以前啲老字號係點樣喺艱難環境下生存落嚟？係靠誠意。而家啲新一代創業者好多都係純粹嘅資本操作，佢哋先揾個靚裝修，再揾個流量明星或者網紅推廣下，然後就開始流水線生產。當個品牌做臭咗，佢哋就關門大吉，再換個名喺隔離街重新開過。呢種交智商稅嘅消費模式，正在摧毀香港人對呢個城市嘅歸屬感。當我哋連想食餐正正常常有溫度嘅飯都變成一種奢求嘅時候，你又點可以怪香港人去揾其他選擇？北上唔單止係因為平，仲係因為嗰度仲可以揾到一種被尊重嘅感覺。喺香港好多冰室，你入去坐低要同人搭台，要趕住食，要睇待應面色，最後仲要食袋裝預製菜。換做係你仲會唔會想再去？我哋再睇睇啲細節。以前食沙爹牛肉麵，啲牛肉要有肉味，個沙爹醬要師傅自己炒。而家你食到嘅好多時係一種奇怪嘅韌度，而且味道甜得好化學。點解？因為嗰啲牛肉係用藥水浸過嘅，沙爹汁係直接大桶買返嚟開水嘅。仲有啲所謂嘅秘製咖喱，以前要用幾十種香料熬幾日，而家就係將包咖喱醬放入熱水熱一熱，淋落去就當係。呢啲行為唔係交智商稅係乜嘢？更有趣嘅係，呢啲冰室仲好鍾意搞埋啲咩復刻文化、集體回憶。佢哋越係標榜自己懷舊，我就越覺得諷刺。真正嘅懷舊應該係傳承嗰種工匠精神，而唔係淨係買啲舊式地磚，掛個霓虹燈招牌就當係。你裝修得再似1970年代、1980年代都冇用。因為你嘅核心價值已經完全崩壞。如果你係一個30零歲、40零歲嘅香港人，你一定記得以前喺舊式茶餐廳，師傅點樣用力喺個鑊度翻炒，嗰種鏘鏘聲係一種生命力。而家呢，你聽到嘅係微波爐轉完之後嘅叮一聲，呢一聲叮，其實係敲響咗香港餐飲業嘅喪鐘。我哋不能再坐視不理。作為消費者，我哋有權利去選擇。如果一間餐廳唔尊重食物，唔尊重客人，我哋就唔應該再去。與其喺度呻不上熱潮影響生意，不如好好反省下自己俾客人食緊啲乜嘢。如果香港嘅餐飲業仲係想靠預製菜嚟呃錢，咁我只能夠講，呢筆爛賬最後只會由佢哋自己嚟埋單。大家試諗下，如果一間冰室連一個簡單嘅滑蛋炒蝦仁都做唔好，要靠買預製蛋液同急凍蝦仁返嚟，咁佢仲有咩存在價值？如果我哋為咗貪方便、貪快而不斷妥協去食呢啲嘢，我哋嘅味蕾就會慢慢變得麻木。下一代嘅香港細路，佢哋可能會以為預製菜嗰種化學味先係真正嘅食物味道，呢點先係最令人心寒嘅地方。所以我今日要喺度呼籲大家睇清呢啲冰室嘅真面目。當你下次行入一間裝修華麗嘅冰室時，留意下佢哋嘅出餐速度，留意下啲食物嘅賣相係唔係過分完美，留意下陣味係唔係好重工業感。如果係嘅話，請你大聲話俾人聽，我唔會再交呢種智商稅。香港嘅餐飲業如果要重生，必須要回歸本源。老細們要明白，地產霸權固然係問題，但係失去靈魂嘅食物先係絕路。我哋唔係唔願意支持本地消費，我哋係唔願意支持呃錢嘅行為。希望有一日，
我哋可以喺香港嘅街頭再次聞到嗰種真正嘅由廚房傳出嚟嘅炒鑊香味，而唔係微波爐叮出嚟嘅塑膠味。講返轉頭，呢種預製菜嘅風氣，其實亦都反映咗現代社會嘅一種浮躁。每個人都追求快，追求高利潤，卻忘記咗慢工出細活嘅道理。喺2026年的今日，科技發達咗，但我哋食到嘅嘢竟然差過20-30年前。呢個到底係進步定係退步？好多人成日話香港精神，但係我覺得真正嘅香港精神應該係對品質嘅執着，係嗰種不屈不撓、實事求是嘅態度，而唔係而家呢種搞花神、偷工減料嘅風氣。再深入啲睇，預製菜嘅普及亦都同供應鏈嘅壟斷有關。而家好多大型集團，佢哋自己有工廠，佢哋可以將成本壓到好低。小店如果想生存，如果唔跟住做，佢哋嘅價格競爭力就會變得很弱。但係小店嘅生路，正正就係要同呢啲工業化食品唱反調，做大集團做唔到嘅嘢，做有溫度嘅嘢，做有性格嘅嘢。只有咁樣，香港嘅飲食文化先可以百花齊放。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我哋嘅每一張鈔票都係一張選票。你選擇去邊度食飯，就係支持緊嗰種經營模式。如果你覺得冰室嘅預製菜係垃圾，咁你就應該多啲去幫襯嗰啲仲肯堅持現煮、肯用新鮮食材嘅小店，哪怕佢裝修殘舊啲，哪怕佢要等耐少少，哪怕佢貴多10蚊8蚊。因為你支持緊嘅唔單止係一間餐廳，而係一種即將消失嘅文化價值。我成日喺度諗，如果有一日，香港所有嘅茶餐廳都變成了預製菜嘅分發點，咁香港仲係唔係我哋認識嘅香港？遊客嚟到香港，佢哋想食嘅係乜嘢？佢哋絕對唔係想食嗰啲全世界都一樣嘅工業包裝食品，佢哋想食嘅係嗰份獨特嘅風味。如果我哋自己都唔珍惜，親手將呢份風味毀掉，咁我哋又有乜資格叫自己做美食之都？我見過啲老細一邊喺社交媒體發帖話自己好愛香港，好想保留傳統文化，另一邊廂就喺度研究點樣將成本減到最低，點樣引入更多預製菜。呢種人格分裂嘅經營方式，真係令人睇到眼火爆。你愛香港，就應該俾好嘢香港人食，而唔係用呢啲爛醬嚟糟蹋我哋嘅信任。仲有啊，大家唔好以為預製菜淨係喺冰室出現。而家連好多高檔少少嘅餐廳，甚至係酒樓嘅點心，都已經全面淪陷。你喺酒樓食到嘅蝦餃、燒賣，好多都係工廠整好晒，再送去酒樓蒸反熱。以前點心師傅要凌晨3-4點起身整點心，而家朝早8點返去開爐蒸嘢就得啦。點解而家啲點心皮咁厚，啲肉咁死實？原因咪就係因為佢係預製菜咯。呢個現象其實係成個香港服務業縮影。我哋成日講性價比，但係而家嘅香港往往係低性價低服務。如果你俾得起錢，但係得到嘅係咁樣嘅質素，咁呢筆智商稅真係交得好冤枉。與其喺度怨天尤人，不如我哋一齊行動，用腳投票，等呢啲無良商人知道，香港人係唔好蝦嘅，香港人嘅條脷係好利嘅。當然，我亦都要平衡返，並唔係所有預製菜都係萬惡。喺某些特定環境，例如係醫院、飛機餐或者大型食堂，預製菜有佢嘅必要性。但係作為一間對外經營、標榜傳統風味嘅冰室，大量使用預製菜而唔明言，仲收緊咁貴嘅價錢，呢個就係誠信問題。我哋需要嘅係透明度。如果你用預製菜，你應該喺菜單度標明，或者將個價錢減返落去合理嘅水平，而唔係用自家製、秘製、手打呢啲字眼嚟誤導消費者。喺2026年的今日，資訊咁發達，你以為可以瞞得住一世？當大家逐一拆解你嘅爛賬時，你個品牌就徹底玩完。講到尾，留港消費係唔係交智商稅？呢個問題冇一個絕對嘅答案，關鍵在於你識唔識揀。如果你盲目咁走入嗰啲網紅冰室，
食嗰啲所謂嘅人氣餐點，咁你極有可能係交緊智商稅。但係如果你肯花啲心思去發掘嗰啲默默耕耘、有熱誠嘅本地小店，你會發現香港仲有好多值得支持嘅味道。我希望可以喚醒更多人嘅關注。我哋唔好再俾嗰啲華麗嘅裝修同天花亂墜嘅廣告騙到。食飯係一件神聖嘅事，係我哋喺繁忙生活入面難得嘅享受。我哋值得擁有一份有熱度、有靈魂嘅食物。唔好再俾預製菜霸佔我哋嘅飯台，唔好再俾爛醬搞壞我哋嘅心情。如果你都感同身受，覺得香港嘅飲食環境需要改變，請你將呢份信息傳出去。我哋要話俾成個餐飲業聽，我哋要嘅係真材實料，唔係預製菜。我哋要嘅係誠信經營，唔係智商稅。只有當大家一齊覺醒，香港嘅美食文化先有機會重生。最後，我想對嗰啲仲喺度堅持緊現點現做，仲肯辛苦熬湯炒醬嘅老細同師傅講一聲多謝你哋。喺呢個瘋狂追求效率同利潤嘅年代，你哋嘅堅持係香港最寶貴嘅財產。我哋呢班消費者一定會繼續支持你哋，因為我哋知道呢份味道係用錢買唔到嘅，係預製菜永遠模仿唔到嘅。至於嗰啲只係識得用預製菜呃錢嘅冰室，我只能夠同你哋講，唔好再賴不上熱潮啦。係你哋自己放棄咗香港人，所以香港人才會放棄你哋。你哋呢本爛賬，早晚都要清算。希望你哋可以早日回頭是岸，重新揾返嗰份作為餐飲從業者嘅初心。否則喺2026年的競爭浪潮下，你哋終將會被時代淘汰。香港人，擦亮你哋嘅對眼，食返啲真正嘅好嘢，唔好再交智商稅，唔好再做大冤種。我哋嘅城市，我哋嘅味道，由我哋自己嚟守護。講到呢度，我相信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把尺。與其喺度抱怨，不如由下一餐飯開始，做出最正確嘅選擇。唔好再俾嗰啲工廠化嘅味道塞滿我哋嘅腸胃。揾返嗰份屬於香港、屬於人情味嘅真滋味，呢個先係我哋留港消費嘅真正意義。希望大家聽完今日嘅分享，下次行入冰室之前，都會諗一諗，我今日食嘅到底係師傅嘅心機，定係工廠嘅膠袋？我俾嘅呢筆錢，到底係支持緊本地文化，定係交緊智商稅？如果你諗通咗呢一點，你就唔會再被嗰啲爛賬所困擾。祝大家揾到真正嘅美食，食得開心，食得健康。我哋下次再傾。